3号，手握3号，手握3号。喂，金敏，手握3号，3。再大。喂。10号好了。喂 ，OK。兄弟姐妹平安，出大日的早起时吼，真好，互咱的心情开阔。不过风台特别来，又咱来谨慎。好，咱今仔去敬拜要开始，咱来先来锻炼圣诗156首。咱要吟第1节甲第4节。困求相信感动愿心，拔出亮亮脚心，离最深的热情源头，互阮敬仰。第4节，主那最阮心内坚定，对你为的摘命，对酒声道就出大声，不用天顶的听。第2节的歌词，咱看第4节的所在上尾上尾迄节第2节的歌词，求你指示开拓真理，开拓真理，签名圣册意义好，来，咱来看485首，主大分为若失落伫我一生。咱来吟第1节甲第3节。主大恩惠，若是落伫我一生，我虽然就将变成最强命，心无惊吓，我靠求主的圣灵。为做感情，好他徛伫阵前，着好他真情，着好他真情，唱歌大声，着真情歌拼命，照主的真理，
用伊做军旗，咱着打，为着生着真情。第3节，心内歹待，我甘愿以真拄去，只有全部尊叹主生之意。为主一日，随着死也唔惊伊。向高林家，要互地变做天，着互他真情，着互他真情，唱歌大声，着真情搁拼命，照主的真理，用伊做军旗，咱着打，为着生着真情。请咱闭眼心来礼拜。恁的光就照伫人的面前，互因看见恁的好所行，来归荣光，互恁伫天里的爸。吟诗信诗106首，信诗156首，恳求信心感动阮心，请起立。万
是亲像一家的妻，陪着我个美丽，是是有爱，是上家乡，是我个平安调。主那催我心来更迭，你的为的在彼，对着心动就出大笑，不用停的为咱犹原徛个，因许多圣经做信仰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面，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会教会信同的相通，做赦免，着体告我永远的活命。请坐。启文第一篇，启文第一篇。我来可以请大家来应。无惊歹人的计谋，无徛罪人的路，无做侮慢的人的位。即号人有福气。伊所欢喜的，就是耶和华的律法。明日善事的，也是伊的律法。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真行通。歹人毋是安尼，是亲像粗坑互风吹散。所以伫审判歹人徛袂牢。罪人伫义人的会中也是安尼。因为耶和华知义人的路。若是歹人的路，话袂无。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阮献上感谢甲学路，因为你是阮的上帝，阮的主，阮本是有罪的人，无达得你属好的人。但是你满有慈悲甲怜悯，阁有丰盛的恩典，赦免阮的罪。你用话语来激励阮，互阮有勇气、有信心，互阮明白你的真理，每日思想你的话语。阮将你的话藏伫心内，刻伫心内。照着你的话，互阮的心灵喜乐，性命勇壮。属灵的活命嘛愈来愈坚固、定大，时时结出心灵的果子。也照主的教示的话来调整阮的个性、思想甲行为的改变，免定阮得罪你。互阮的性命也通帮助人、影响人，成做别人的祝福。毋管环境如何困难艰苦，也是伫这个世间中有侪侪试炼，阮性命有上帝的话语，成做阮的气力甲帮助。阮相信阮所做的，拢要一尽亨通。主啊，愿你的荣耀国度降临伫阮中间，以基督的福音来陪伴阮的心，建立你的教会，传扬福音。愿你的荣耀伫全地显现。愿你使阮属福，只是阮全心全人仰望主信心照光阮，嘛愿尊贵荣光归伫三位一体的上帝。愿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尊名。赞美，圣歌对所要学落的诗歌是
溪边的树。只有爱主的旨意，明日杀事无停止，只予人真有福气，大有福气。今日的圣经是记载伫旧约圣经诗篇第1篇。伫主报后面嘛有今仔日的经文，翻着我来读。无行歹人的计谋，无徛罪人的路，无做侮慢的人的位，只予人有福气。伊所欢喜的，就是耶和华的律法，明日三事的也是伊的律法。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意尽亨通。歹人毋是安尼，是亲像粗糠，互风吹散。所以，伫审判歹人徛袂牢，
侪人伫异人中的会中也是安尼，因为耶和华在异人的路，若是歹人的路，话袂无。讲道，今日牧师讲道的题目是真做祝福。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特别上帝今仔日有你所设立的圣礼典。今仔日阮要和主耶稣同齐祷。主耶稣，阮感谢你，因为你的牺牲，互阮会当享受伫主你疼的团契，互阮会当三甲夫妻帮赞行义人的路。也恳求主你信心帮助阮，今仔日对你所领受的一切，拢会当深深刻伫阮的心内，互阮着照安尼去行。阮安尼仰望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我想每一个人拢真意爱会当得到福气，得到恩典。咱确实也因为上帝的恩典，诚做受到祝福的人。上帝甚至也应允亚伯拉罕。讲为你祝福的，我也要祝福予伊；总是若是咒诅你的，我也的确会咒诅伊。伫《申命记》内面也有记载，上帝讲：你若顺叹，你若听叹耶和华你上帝的话，就这个所祝福的，就要入着你，到伫你，用入的哦，遐个祝福用入的，好，用追的把你追上，从后面把你追上。总是，你若无听叹上帝的话，这一切咒诅也要入着你，到伫你。咱拢是属祝福的人，总是咱伫今仔日所读的诗篇第1篇内面，咱也发现，上帝毋但爱咱诚做一个受祝福的人，也爱咱诚做一位会当祝福别人的人。上帝爱咱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上帝爱咱结出信心的果子，通结出互人通得到性命的果子。要安怎做才会当诚做一位会当祝福别人的人？诗篇第1篇一开始就讲：无行歹人的计谋，无徛罪人的路，无坐愚顽人的位，即互人有福气。伊所欢喜的，就是耶和华的律法；每日善思的，也是伊的律法。对这段经文，会当看到一个过程。咱注意来看这节经文，伫咱周报后壁面，咱首先看到计谋，也看到道路，无行罪人的路，这个道路，也看到啥？无坐愚顽人的位座位，咱看到计谋、道路甲座位。一个人会诚做歹人，一定是对伊的心思念头开始。我想大家可能拢有一种经验，就是有时啊，咱真好势的时阵，常常看到啥物，听到啥物，迄就是感受到啥物的，忽然有一种委屈，一种生气，一种看路对咱的心对安尼沁出来，就突然会有一个很不好的想法从我们的心里这样子涌上心头。我毋知大家有这种经验无？就原本无啥物代志啊，总是着常常安尼感觉有一项代志我足操烦的，足看路的，或者是感觉我足委屈的。伫某一瞬间，我们内心原本的那个平衡，咱讲一个天平啦，一个平衡，可能就会失去那个平衡。咱会失落上帝应允甲祝福，会失落上帝的平安。就亲像拄则所讲的一个那个天平，一个非常精准的天平，若是常常有一只弧形安尼飞来，停伫咧某一边，精准的天平其实已经开始会有一点不太一样了。好，那个可能小数点后面几位数已经开始有点变化了。伫这个时阵，咱可能也无啥物感觉。无感觉讲，这较袂要紧。咱可能会出在福星愈飞愈多只，飞2只、3只、4只、5只来的时阵，咱可能会发现讲，敢若代志无啥对哦，吼。即时咱是出在家己互搁较侪福星飞来停伫迄边，完全失去平
平衡，还是讲咱要用上帝诫命律例，就是上帝所讲一切话，甲伊所赏赐互咱的信心，将遐个好心甲伊好担调去。咱要做啥物选择？牧师就用咱拄则所读过的以斯帖，咱才读过吼，读经正道，咱才读过以斯帖来鼓励。伫以斯帖内面，上帝毋捌出现，上帝也无讲话。伫以斯帖的内面，上帝也无行啥物神迹奇事。对表面上来看，咱来看以斯帖的时阵，上帝是对头到尾拢无存在，敢若拢无在管代志。总是咱真清楚，上帝拢在掌权立理。伫迄个时代，因为以色列上帝子民以色列，因无将上帝律法藏伫心肝内，因无迷入善思上帝律法，因无听叹上帝话，所以公义行审判的上帝就互背逆的以色列灭亡受掠，搁互勇壮的外邦人来统治管辖，这就是以斯帖的背景。伫迄当阵，有一位外邦的官员哈曼，这位官员哈曼呢有真悬的地位，伊享受一切的荣光尊贵。遮个伊所享受的，遮个拢是上帝所允准的。上帝允准伊，允准迄个帝国来管辖以色列，也允准这位哈曼真做真悬的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一个官员，上帝创造世间人，逐人拢是照上帝形象所做的。无论是毋是有认捌上帝，拢有一份属伫迄个光的良善，伫每一人的内心。就算讲毋捌上帝的人，伊也有属伫上帝迄个光的良善伫伊个内心。总是这位哈曼，若是会当真安分守己。即款的荣华富贵一定会当久久长长，总是毋知对倒一天开始，伊就雄撒旦就进入伊的内心，伊雄是看到迄个犹太人，伊就起生气。撒旦甲伊迷惑，伊就看到一个犹太人，伊就起生气，伊就对上帝的子民犹太人产生真大的厌恶，伊愈想愈生气。气甲困袂去，气甲伊暗时也困袂去，遮尔啊生气。渐渐伊就感觉讲，迄个心思念头，伊的福心愈来愈多。伊的心思念头就感觉讲，嘿，安尼只有统治犹太人，甲无够野哦。我会将所有国内犹太人完全剿灭，完全杀害，伊才会甘愿。对哈曼心思意念的改变，咱看到伊心中原本的迄个平衡，他内心原本有的那个平衡被打破了。伊的心中无上帝，伊无上帝律法通默想，伊也无上帝律法通帮助伊来停止即种恶疾的念头，即种残忍的计谋。伊出在遐个福星，一直飞来搅扰伊的心，出在家己的贪婪欲望，一直扩大，到伫伊无法度控制的迄个程度。最后，伊心中遐个歹人的计谋，就安尼一步一步行出一条行往灭亡罪人的道路。哈曼将心中遐个计谋变做实际行动，伊真简单就说服当初的君王得到权柄，伊得到一个权，通将所有的犹太人来杀害。所以，咱对即则经文来看到，对哈曼即个计谋，哈曼即个歹人心中的计谋，开始行出一条攻击上帝子民罪人的道路，一直到伊得到权柄，坐伫5万人的座位。然后伊颁布一条命令，就准备要杀害所有的上帝子民。
哈曼心中的计谋愈来愈明显，就是因为伊心中无上帝的律法。伊毋知影，既若咒诅上帝子民的，一定会受到咒诅；既若无要听叹上帝诫命律的一切咒诅，的确会入着伊，要到伫伊。第40、第50，今仔日的经文第40、第50安尼讲：歹人亲像粗糠，互风吹散，所以伫审判歹人徛袂牢；罪行伫义人的会中也是安尼。哈曼一个旨意甲上帝要甲上帝做对敌的人，伊的结局就亲像粗糠，互风吹散。伊所有遐个权势甲地位，原本就是上帝予伊。上帝既然会当予伊准伊坐伫迄个位，当然也会当甲伊摕掉，甲伊刷走。面对上帝审判，哈曼连解释机会都无。咒诅果然入着伊，伊的生死互吊伫柴头顶，伊所度无一切，就亲像粗糠，互风吹散。粗糠是一个无价值、无分量，也无任何效果的存在。神学家约翰加尔文安尼讲，神学家约翰加尔文他这么说：咱毋通怨妒歹人得到权势。因为上帝最后一定会用伊的大生气，将伊切散。虽然有时歹人亲像一丛大树安尼，敢若足强敏的，淹袂倒。有可能咱假是因永远拢袂倒坏，袂亲像粗糠安尼消失。总是当上帝日子满足，因的确会互上帝吵起来。亲像粗糠，互风吹散。对于哈曼的咧提醒咱，毋通掠做咱伫暗中的计谋，上帝毋知影。今仔日是圣神降临节，圣神引带咱进入真理。伫约翰福音16章也有讲，圣神若到，的确要用罪、用义、用审判来指正世间。毋相信上帝，世间人无伫真理的内面；相信上帝，并且遵守伊的律法的，就伫真理的内面。毋过，咱莫想讲，咱拢信耶稣啊，安尼呢，咱拢妥当啊。希伯来经书也有讲，希伯来经书讲，你用着谨慎，行了恁中间检查有人藏毋信的歹心。离开真活的上帝。我试过讲一遍，讲一遍。希伯来经书第3章12节讲：恁着谨慎，行了恁中间检查有人藏毋信的歹心，离开真活的上帝。兄弟姊妹，咱拢是受洗的，归入主耶稣名的人。耶稣是世界光，缀伊的的确无行伫黑暗。咱的心思念头拢爱向主耶稣来交代清楚。咱若失落对主的信心，就亲像希伯来经书所讲的，毋信的人就是歹人啊。遮所讲的歹人，并毋是做歹的，做歹当然是歹人。总是伫咱圣经所讲的歹人，就是离开上帝的人，甚至是背逆，无要遵探。挑工我就是无要遵探上帝话的人，迄就是歹人。渐渐，遐离开上帝的人，拢是算作是歹人。咱若是体贴肉体基督徒，伫罗马人书也有讲，保罗也有讲，咱是体贴肉体，还是体贴信心？咱若是体贴肉体基督徒，内心就会充满歹人的计谋。所度无的，拢是家己的欢喜，家己的利益。咱所做决定，也离开真理。总是咱若是体贴信心的基督徒，咱内心一直会常常充满感恩，充满怜悯。咱的嘴也的确会常常讲出恶乐甲造就人的话。
第60，今仔日的经文第60讲，因为耶和华知己人的路，若是歹人的路，话灭无。因为上帝认捌咱，上帝认捌咱，伊深深知影咱内心所想的。上帝的道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上面的钱较来。既若魂甲神、骨节甲骨髓，无一项话互上帝破开。咱心内遮的念头甲主意，也无一项话未受上帝监察。这也是希伯来人书对咱的提醒。毋通掠做上帝无得管、无得插、看袂着，因为咱看袂着上帝嘛。咱也假是上帝看袂着咱。总是咱着知，上帝知影义人的路，也知歹人迄条行远灭无的路。只不过良善怜悯的上帝，伊望所有的人拢会当得到救。伫耶稣基督的内面，上帝将悔改、认罪的机会，留予一切愿意回头的龙主。伫箴言第4章23节有讲：你着尽力保守你的心。因为伊是活命的根源，咱所结的果子，无论是好是歹，拢是对心中的拍算开始。咱所结的果子，拢是对心中的拍算开始。若是咱从第1节、第2节，今仔日第1节、第2节的经文换一句话来讲，就是咱若迷失善思耶和华上帝的律法。谨慎照主的命令去行，安稳坐伫上帝为咱所安排的位，就是有福气的人。所以，咱心中的计谋所行的迄条路，咱所坐迄个位，到底是歹人的位，还是义人的位呢？看起来实在真简单啦，因为用讲的拢真简单，其实。要实践实在是有较困难。道成肉体，耶稣也知影；道成肉体，耶稣也知影真困难。所以为着互咱会当成做真正有福气的人，主耶稣特别替咱众人恳求天父，将圣神保惠师赏赐互咱。圣神真理的神，帮助咱省察家己，敢有行伫义人的路。帮助咱省察家己，逐工所想的，敢有照主的法度？咱着迷失善思主的律法，善思上帝的话，因为咱所踮的环境，咱所徛起的这个世间，有侪引诱，有侪引诱要互咱来离开上帝的道路，互咱失落信心，失落平安，失落愿望。咱所踮的这个世间，充满侪歹人的计谋。无需来举哪个例？譬如讲，有时常常会听到侪人会有委屈，内心有侪委屈。无论这个委屈是对顶时来的，还是同事，还是讲大家，还是讲是新妇来的委屈，咱拢有各种的委屈。无论你的委屈，互你感觉委屈的迄个对象，无论是啥物人，甚至有时现在的老爸老母嘛，感觉足委屈的。囝安怎拢无听话的时阵，你就感觉足委屈的。我遮尔疼你，我遮尔为你设想，总是你就安尼占无欢喜。老爸老母嘛足委屈的。咱若是出在即种的委屈，一直放大。就可能会愈想愈生气，愈想愈毋甘愿，心内所想、嘴所讲的，拢是哇！我实在足委屈的。迄个人某物人吼，安怎，搁安怎，内心就开始充满咒诅。对淡薄仔委屈，到毋甘愿，到生气，到会咒诅别人，有时渐。时间久来，就渐失落信靠顺服上帝的心。咱埋怨的对象，以及对人的心上，煞到上帝的心上，却毋知。还佫有一种人，
有一种人，有一种人特别喜欢占人的便宜，很喜欢占便宜啊。世间人有些很爱占便宜嘛，好，很会替自己家己找借口，替自己找借口，推卸责任。这种人呢，就是看到有需要的所在，伊嘛安尼当做无看的，好，当做无看的。就算讲看到有需要帮助的所在，伊也唔肯去动一下，吼，共斗相共一下，内心想讲啊，会闪就闪啦，莫去插啦。非定吼，一定有人会去处理的啦，无我的代志，吼。就算讲无人去处理，也无我的代志啦，吼，我就做我来去就对啊啦，吼，就给他放给他烂这样子，好，就是有这种。不断想要占便宜，自己一点都不能吃亏的，吼，就是有这样子的人。这种人吼，若是基督徒，一定会互上帝点名做记号。上帝应该不会赋予他什么重责大任，因为伫细项代志无忠心，伫大项代志也袂忠心。上帝已经借着信心，互你感动，看到需要的所在，爱来去斗相共。总是你若越头越短心，无要插，无要管，消灭信心的感动的时阵，咱一定会互上帝点名做记号。这世代还佫有啥物款的人呢？还佫有欢喜打肿脸充胖子，好，赢了面子。输了里子的人，咱拜三十个祈祷会嘛有这个讨论，吼，特别咱踮伫台北市、新北市、双北都会区的人呢，较会出现这种的情形，打肿脸充胖子，每天都是月光族还不够，还有卡奴，吼，真侪这种的哦，啊，佫有人咧。真习惯用善意的谎言逃避现实的问题。伊无承认伊家己讲白插，伊讲我是善意的，我是好意的，吼，我是好意的。他用好意这点来说服家己，一直在讲白插。还佫一寡人是安怎？真意爱伫鸡蛋里挑骨头啦。别人做甲老烂。别人做甲老干，你就甲伊嫌甲老烂安尼，无算安尼讲有对无？台语安尼讲有对吼，无讲倒病啊吼。有人就是真意爱甲人鸡蛋里挑骨头啦。兄弟姊妹，咱若规工所想的，拢是即种互人感觉真无爽快、真无欢喜的代志，因为咱所踮的世间，拢是即种的声音。咱若是受到影响，咱真容易会受到影响。所以咱若无细腻，就受到这样影响的时阵，咱就千万一定爱甲伊停止动力，毋通阁继续安尼落去啊！毋是讲咱爱将心内所有的迄个歹毋好的念头爱硬挤落去，毋是这个意思。很多时候，咱确实需要一个。我们很多时候需要一个管道来抒发泄我们内心的委屈，发泄我们心里的，甚至是愤怒，甚至是各种负面的情绪。我们需要，那确实有需要。总是咱也需要一个所在，当互咱来当检讨、调整，咱家己心内是不是一直爱停止啊？还是讲我们已经越陷越深了？咱若是感觉发现家己已经越陷越深了，我们一定要赶快止血啊！我们要赶快止血，怎么止血呢？咱就必须爱伫耶稣基督内面，借着读经、灵修，借着团契的活动，三甲鼓励，三甲提醒，三甲祈祷。顶礼拜是咱的姊妹亚娜姐，吼，亚娜姐伊主动招牧师，招两位牧师做伙来去探访静茹姐。两位拢是癌末，在医生的眼里都是癌末的病人。对一位在医生眼里癌末的病人亚娜姐来讲，
他其实相当有立场，也相当，就是他相当有立场，会当规工安尼怨天尤人。我相信伊若是会当怨天尤人，出在伊生气，出在伊讲一寡无好的物件，大家也袂讲毋好，因为咱知影伊的境况，伊的身体。总是亚那姐伊选择要靠主光强壮大，行义人的路。兄弟姊妹，咱每一个人，咱活伫世间，毋是逐工拢有好日，甚至不如意十之八九。咱要安怎来搬过遮的艰苦？咱要安怎搬过遮的艰苦？会中间阁会当伫主内面有平安。别项事互相效力，互疼上帝的人得到利益。咱拢有情绪低落的时候，咱拢有无爽快的时阵，咱拢有真郁卒的时阵，咱拢有大生气的时阵，咱拢有足委屈的时阵，咱也有足痛苦的时阵。毋是讲基督徒就免死金牌都不会有这些，毋是。总是咱伫上帝听的团契内面，会当做伙哭，做伙啼哭，做伙欢喜，做伙痛苦。总是上重要的，就是伫主耶稣基督内面，阁做伙行出来。对迄个死荫的山谷，做伙行出来。相信这一定是一条得到祝福，也会当成做别人祝福的道路。咱要安怎对咱的心思念头开始改变？互咱所行的，毋是歹人的道路，是义人的道路。当咱充满一寡负面的物件，必须爱想办法，互家己转来到上帝面前，重新开始。毋是出在遐个无合伫上帝心意的心思念头，一直扩大到失去控制的迄个地步。就是从拄则是开始所讲的，当遐个复兴一直在来，互咱感觉足压榨的时阵，咱要靠什么将遐个复兴处理掉？咱爱用坚忍的信心仰望上帝，迄永远无改变的应允。因为上帝知影义人的道路、歹人的道路一定会灭无。独独每日三思上帝的律法，才会当保守家己的心嘛。只有每日三思上帝的律法，才会当保守家己的心。只有上帝的道路，才是咱所着做唯一的选择。愿咱这顶受祝福的人，伫圣神保惠师带领下面，咱心内所想、嘴所讲、手所做，拢得到主的欢喜接纳，互咱亲像一丛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叶也袂打去，通真多祝福别人的人。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有时阮的心会受到迷惑。直到阮会产生一寡无合伫你心意的想法甲念头，恳求主圣神感化阮的心，暂阮脱离歹人的计谋，活当成做人的道路，也决意无要去坐侮慢人的位。恳求主是乐恩惠伫阮的心中，暂阮改旧换新，用新的心，用新的神，继续为主做工。好打正经，愿咱的祈祷感谢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回应，咱来用回应诗485首，主大恩惠若失落伫我一心，请起立。失落的我一生，我虽软弱，终变成最强烈。
坐。这是要来进行圣礼典，要来进行圣餐，三甲来甲主同齐读。这是咱献开圣诗215首，圣诗215首。耶稣身躯替咱钉死，圣诗215首。耶稣身躯替咱钉死，咱坐底吟全首。亲爱的兄弟姊妹，欢迎囡仔属伫主耶稣基督的陪餐者，三甲来守主的圣餐。请大家来听主耶稣所讲稳定的话。主耶稣讲：“你若着磨担重担的，着就近我，我要互恁得到安息。恁囡仔着磨担重担的，着就近我。”我要互恁得到安息。请听主耶稣基督所讲稳定的话，伊设立圣餐所讲，就是照保罗所讲的。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谢，爸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今日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捧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主耶稣基督的会所设立的。囡仔啉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搁来。咱要三甲领受圣餐的大心，咱照主耶稣的模样，同心来感谢上帝，咱同心来祈祷。主上帝，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阮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者摆伫你的面前所赏赐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者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惠，对伫你稳定的帮赞，会通成做阮属灵的朋友，也会成长伫你的稳定中。通荣耀你的圣名，奉主耶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今日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今日来纪念我。
食了后，主耶稣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今仔日的时，就今日来纪念伊。
这个杯是圣约，伫主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的。囡仔啉的时，就今日来纪念伊，咱同心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三甲伫地，请咱同心来祈祷。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净化的食物，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率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为继续即个圣洁的交通，对当以后会当荣光主你的圣名，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请咱继续来吟圣诗215首第3集，圣诗215首第3集，咱坐底吟就好。主你受难，愿得安稳，无人感谢，拯救大恩，愿主心爱，以别关心，常愿听你。奉献，请书献的同工。请起立，唱奉献诗。请坐。讲道，咱来掀开周报的内页，咱来看大道的事项。第一，愿主保守阮通面对3书伊的律法，像一丛树栽伫溪边，
暗时结家子。咱来为着遗体陈金子、刘慧英、陈王兰、洪甘之、陈德明、刘秋敏、陈丽水、胡艺梅、杜昭、庄宝玉、陈秀荣、赖胜雄、郭仁吉、陈义利、林以诺、朱小雷、洪英哲、孙兆正，在复健中的陈昭明、汪世军、刘慧忠、李碧莲、原田文子、林秀英、林美金，在化疗中的黄静茹、陈怡君，还有脚踝受伤的石凯华。我们也为了台湾总统大选各阵营及候选人能提出合神心意的治国方向、理念与政见来带导，咱当心开声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这个时阵，大家同心对你求祷。主耶稣，阮相信你是上帝的囝，你降世是为着要拯救阮。求你随时的看顾甲医治伫阮的中间。阮相信，无论是求甚物，只要信，就要得着。主啊，求你修正阮的性命，帮助阮通通过搁较侪的亲近你，互阮通成做一个结家子的人。互阮的恩魂孤寂，拢亲像主耶稣。我嘛要因你教示阮的祈祷文，三甲祈祷讲：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能到，你的旨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去的歹的。因果、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弃。阿门。报告，咱做伙来看周报教会消息。第一，本主日为圣灵降临节，为普世教会的生日，于礼拜中举行本年度第3次圣礼典。感谢圣灵保惠师常驻，引领我们进入一切真理。第二，请各团契会长开始研议安排第3季聚会内容及服事同工，于6月18前提交给干事。第三，我们恭喜本堂青年夫妇郭正尧传道及杨秀文传道，他们在7月2号下午3点封牧就任，为台南中会德光教会教育牧师及宣教牧师。本会2位牧师跟小会员及圣歌队将代表本堂前往祝贺献诗。咱来看团契消息。5月31上午9点半，北中会松年部37周年感恩礼拜，地点在蒙甲教会。奉献明细，若是有错误。要订正的，我们来向我们的会计跟出纳来订正。上银信息512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请起立。
赞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信心的扶持甲帮赞，互恁众人免习善事主的律法，通真侪通祝福别人的人，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未倒必会。